黄色阿米亚是高雄上界新的景点，累计到达有超过60万人次参观。不过，遐尼侪人，警方就要加强啊。有警察反映讲，爱24点钟过这阿米亚，袂输是阿米亚的保全同款。警察局是回应讲，为着保护民众的安全，安尼新的安排是有必要的。 来到爱河边啊，真侪民众拢摕手机啊，要甲鸭翕相。观光局统计，目前已经超过60万人来看鸭。遮尔侪游客嘛，互警察真正力。最近就警察伫网络怨叹，认为安排警方24点钟来顾，警察嘛加做鸭的保全，有民众认为会当加派保全来减轻警察的负担。感觉警察是免24点钟拢伫遮顾。 可能就是针对讲类似巡逻，就是可能1点钟来巡一届，安尼就好啊。组织一些团队，就是来做一些规划，会比较有系统，对啊，因为远警毕竟不是专业，而且他们本身还会有一些自己的勤务，这样。 面对警察爱24点钟的轮班，林朗分局表示，目前是2个分局轮流，平常时调派80个警察，假日会增加到100个，为下晡3点开始排班。半暝敢若有4位警察轮流来执勤，每一位轮2点钟就当休困，有24小时的警察人力，才会当防止有心零碎犯罪。守望岗勤务同仁2名，另外有编排。 线上巡逻警力2名啊，亦会进去园区里面来做一个巡圈，来加强治安的维护。除了坚持要有24点钟的勤务，警察局即马嘛有提供过食饭时段便当给警察，嘛有设定2个休困站，提供警察临地休困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